我们有3个很重要的注意事项，希望大家可以配合。第一个是我们游行期间务必要配合我们的纠察队和交通队的指挥，请大家要配合他们的指挥。第二个，为了要避免有心人士的挑衅，有相关单位警察相关单位的那个关心造成我们法律的问题。如果遇到这个问题请大家在这个现场要结伴一起同行。如果还有问题的话要马上跟我们的纠察队反映。如果有人刁难你们，跟纠察队反映。同时，我们今天的现场有来自台北法律扶助基金会的2位律师，还有来自满野新竹生态协会的律师。我们现场有律师在这边，假如有遇到任何问题，他们可以马上协助处理。再过来，为了避免活动失焦我们不欢迎穿着竞选或政党背心的政治人物或民众我们希望你们尊重我们的游行，避免活动失焦。如果没有配合的话，我们现场也有年轻人会拍照希望大家配合。好，我们要出发以前跟我呼口号还我狩猎权，还我狩猎权，还我狩猎权，还我狩猎权。加油，必胜！红人，我让楼长多杀几个人。还我狩猎权！还我狩猎权！国家公园法在考我，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我们的狩猎权。什么可恶？因为它限制我们在我们自己传统领域不能狩猎而且我们是为了祭仪用它就直接阻止我们。所以你的要求是什么？要修国家公园法，让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传统领域狩猎。所以我们身体福利是这样子最好。这个山上是那个山地保护给我们。山地人都是那个首先去找那个菜当然是我们的菜，山地给过来的。这个河也是鱼才卖的，不是卖的。那不能说水断，不行。从民国7年没有那样过。呀，把这边把后山真假过Kuntulukuan, tidak muka kawan ini gua musaluan ini. Suruh kuliga mahataluya oli. Maka teman itu. Dua sok ya. Ini dua. Dua Nak yang kangi. Malam. Kangi wah.里面我们要跟国家公园讲说，狩猎不是只是为了吃。然后我们现在在这，我们知道我们在狩猎的过程其实在成为山的一部分。我们占有很多的语言、很多的智慧、很多的文化，都跟这个记忆有关。今天这个国家公园，这个政府在不了解我们的文化，就禁止我们狩猎，甚至污名化我们的记忆。所以今天我们站出来，还我狩猎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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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据时代的时候，我们太鲁阁族已经在国家公园居住了300-400年以上。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生活在台湾这块岛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生态灭绝的事情。年轻人加油！因为我们的 Baki， 我们的祖先都知道要怎么样去跟大自然和平的相处。所以他们很难啊，然后把这活动啥个那个也活动啥个过生活。国家政府、国家公园就可以在不经过我们自己族人的同意，就设立了这个国家公园。gaya nilai ini boda
pengkedak Horitan Puso Ita ini. 用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然后去管理这个土地。 So kaya ni ka, aji pernah lendungan tak? Kenapa kita? 我们看到国家公园一条路一条的开，游览车一台一台的进去，饭店一间一间的开，矿产也是把我们的山都挖空。 Tayo ini, kada lendung tayo ni yulan, kada giyak ta, kada kriun. Ita juga, anda tasawuf musaso, terdaun ta ini sulai kia. 当他们说国家说是为了保育设立这个国家公园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想，到底是谁才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 Mano, so ita tempuso ka, mana bi tempuso ka ita, ina katay ka kia. 我们德鲁古比国家公园更了解这块土地。 So ita tempukiyak ni ka, menuka terdaun ta ita tempukiyak banyak. 还我收人钱。哎，没有什么诉求。我嘿，二是反清复明啊，反清复明，反共抗日，打倒朱某会长啊，真的。上次八宝是我爸爸的啊，打了他了啊，我也是那个呀，不热吧。 我在公园这，把它摧毁了，哎呀！我们希望他能够派他们最高层级的处长出来，但是我们到现在也还没有听说处长会不会来。他们好像有说副处长，但我们要有实质权力的处长出来跟我们太鲁阁主人对话。我们今天的3个重要的诉求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大家手上都有拿到我们的诉求，第一个就是落实原禁法，落实原禁法，还我族人狩猎权，还我族人狩猎权。 第二个就是立即修订国家公园法，立即修订国家公园法，立即修订国家公园法，立即修订国家公园法。为什么要它立即修订？我们刚刚有讲，国家公园法本身问题重重，它已经在立法的行政院里面躺了很久了。 他们一直跟原住民说，我们尊重你，我们会修法，我们会尊重你的权利。结果现在我们的公园，国家公园滚蛋！国家公园滚蛋！国家公园滚蛋！去台北吹冷气，去台北吹冷气。 国家公园要修法对，狩猎。我跟你讲，像我们在沙山，因为我们都很了解这个狩猎方面的。像现在我们在山上工作啊，我们整个的那个什么农作都被猎物吃掉了，那怎么办？如果是国家公园能赔偿我们，那很好。可是他也不赔偿，他也不理我们，他们连那个动物活起来，我们人饿死，他们的想法都这样，这是我们真的是不喜欢的。 Sau ni imă să da